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，这是新年快乐，快乐不快乐我不知道耶，我不也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新年快乐还是不快乐，但是这是年，你们没有太多。交流，新年比去年，我们没有，比较少聊天，你们，因为现在我实施中介有些内容，这我的 HSK 的课把。课文，相比这一个课文，相比读者有点越缺点的读者，这师傅我去打水管。你做不做？错了。现在是上班的时间。前面有点堵车，我们走另外条路，距离差不多。那就好。堵车，浪费的时间。遇到堵车，心情也堵。可不是。上班堵车，直到下班堵车，怕回来晚。每天在马路上开车，要想不遇到堵车还真难。一遇到堵车，人们就容易人们容易改变没有新长相，还会